新台病院胸腔外科医师吴成宇表示，肺癌伫台湾或者是全球，拢是癌症死因排名第一。毋过，伫影像的检查进步，甲伫筛检的计划推动，哪来哪侪个案伫 X 光检查无异常，经过电脑断层检查，却发现肺部有肿瘤，因此伫判断病灶是毋是恶性，甲伫肿瘤的大小、外观，甲伫质地，拢是重要的依据。X 光有它的极限在。如果这个肿瘤很大颗，那 X 光大概都可以抓得到。但是如果肿瘤相对比较小，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淡，我们说比较早期的肺癌，或者是它的位置在比较尴尬的位置，可能被骨头挡到。那如果是这种状况 ，X 光就不一定可以抓得到。那反而就是需要靠断层才可以比较精确的看到这些病灶的一些大小跟位置。那但是一般的电脑断层其实辐射剂量也相对比较高，那一般民众可能会比较担心。那所以我们国健局就有提供这个计划，就是低剂量电脑断层拿来做筛检的一个计划。那它的辐射剂量没有像一般电脑断层剂量那么高，那它在做筛检，再去看肿瘤的大小位置，对于我们胸腔外科医师来判断这个肿瘤的它的恶性程度，其实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便利性。医师表示，虽然目前国民健康署针对高风险的族群，包括有肺癌家族史以及重度食粉者，提供低质量的电脑断层的筛检。不过，医师嘛提醒，就算无相关风险因子的民众，嘛建议伫45到50岁之间做一届低质量的电脑断层的检查。如果正常，后续2-3天追踪就会用的。提升防治，才能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来治疗。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